讲，因的爸伫路。耶稣因讲：你毋捌我，也毋捌我的爸。你若捌我，就捌我的爸。咱做伙来学咯，献开咱信息71首。我信学咯至高的上帝，请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咱念全首。我信学咯至高上帝，万民澎湃伊甲伊，社会伊的下面默默咱着学咯来阮我，学咯顶风，学咯顶风，学咯永远我君王。学咯我自稳定听人，失落了解困苦人。学咯我自永远无变，祝福人类事稳定。学咯我自，学咯我自，阳光无变大有。慈悲怜悯仁爱天父，灾难乱弱快消灭，因伊温柔双手破烂，救咱脱出艰苦难。学咯称赞，学咯称赞，学咯主听到永远。人若下地花草丰盛，大风吹来就扫清。虽然人类历史变迁，上帝永远袂改变。学咯我自，学咯我自，学咯我自大人主。天使世人同心敬拜，调旗伊面当服侍，日月七星托拜恭敬，临时学咯永无天。学咯称赞，学咯称赞，学咯主名到永远。兄弟姊妹，希望徛咧咱用今日的信仰告别，用上帝十条家己信息的头一面，咱做伙来读上帝十条界。第一界，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界，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的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摇花你的上帝，断断无永远用上帝来批判我，关乎我的，我归离伊的罪，对爸到囝到三世代，听我受我诫命的，我施恩互伊到千代。第三届，毋通滥产称摇花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产称伊的名的。摇花的确无伊做无罪。第四届，着记你含有你，受你做圣，6日内应该着活，做你一切工，独第7日，摇花你的上帝来受安息。即日甲你的囝、查某囝、萝卜、卢比、金生，以及带伫恁中间厝外人，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摇花创造天地海，甲迄人间的万物，第7日就煞。所以摇花赐予安息日，
设立罪行。第五届，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我日子以后看你的上帝所赏赐的地得到补偿。第六届，毋通害死人。第七届，毋通惊奸人。第八届，毋通偷窃。第九届，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十届，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木、萝卜、芦比、牛、驴，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让下弟兄们请坐。经文伫信息后壁面，经文15篇，伫诗篇51篇。请我来客会众来引。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擦消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恶，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影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是伫你我目睭前。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的，我有咧做，看做迄邪恶的代志。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受你责罚是应该。我伫母胎就有罪，出世迄日就是有罪人。你的意爱的内心是诚实，求你教示我，互我的心内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洗清气，互我比雪较白。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拍碎的骨头，通欢喜快乐。求你阿明无看我的罪，求你擦消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赐予我心搁忠诚的心灵，嘛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嘛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神。求你予我衷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予阮的心灵愿意顺服你。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互犯过失的人拢归向你。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开我的喙，我要学乐你。你无爱心礼，若爱我欢喜献。我若献烧火祭，你嘛无欢喜。上帝啊，你所疼的祭是疼火的心灵，忧伤疼火的心，你欢喜接纳。咱作为额头来祈祷。阿爸爸上帝，我马上来感谢你，因带恁一礼拜平安甲快乐。因为疫情的关系，阮嘛用线上直播来敬拜你。请阿爸爸上帝，阮愿意奉主谢恩感谢阿罗你，求你的圣灵帮助我来阿罗你，帮助我用心灵甲诚实来阿罗你，求爸心你的灵灵我来内面帮助我，互我常常有守你的慈爱、恩典、荣耀，藉做阮的感谢甲阿罗，阮咱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感谢上帝。今日要学录的是诚心团结，因的歌名是时刻有你。
感谢社新团契用遮水的歌声献着咱阿爸爸上帝。讲述上帝的话，咱根据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咱做伙来读。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就像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我嘛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从阮的日切，救阮的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的人。今日正道全部书，伊的题目是主的祈祷文，主祈祷文3。啊，这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甲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三甲主持伫你面前，搁来一摆，透过你的话，要伫遮三甲学习。主，可你会当，互你的话，将伫阮生命中，特别伫即段疫情的流行中间，安静阮的心，看见上帝你伫阮的心内作为，赏赐阮平安甲福气。特别伫即段年日的顶面，拢有你的看顾甲顾守，保守阮10分的平安。但只是阮要对你的话三甲学习，看你的心充满伫阮，互阮会当伫遮三甲同心敬拜伫你面前。但只要对你的话三甲学习，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这大家平安。伫这人的心恐慌不安的时刻，咱要透过上帝的话，互软弱的灵刚强壮胆，重新得到快乐。所以，咱需要伫遮来认真祈祷，通过信心的祈祷，将上帝平安带入咱的四周围。当咱伫遮咧读主祷文的时，相信上帝伫遮掌权，伊是大权的上帝。上帝若无用稳，无一件代志会临到伫咱的身上。伫人所袂当的，伫上帝凡事拢会。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咱的心内拢爱充满对上帝完全的听甲信任。上帝就照着运行伫咱心内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会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所以主祷文是非常的重要，求上帝帮助咱，会当亲自明白内面的意思，会当领受上帝更较丰盛的祝福。今日咱要讲解的是主祷文内面关系到赦罪甲试探的即个祈祷。兄弟姊妹，如果有人得罪你，来讲得罪咱，请问要赦免敢容易吗？牧师直接要甲咱讲，按照人性要赦免，其实讲起来非常的困难。常常咱的想法是，有仇不报非君子，一定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毋是安那？爱加倍害伊。确实，伫规个时代，以色列律法讲的，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总是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已经为了咱的罪，定死伫即个十字架顶。新的律法就是用疼赢过即个罪，因为伊用家己的性命来赦免咱所有的罪，伊也期待咱会当用疼来赦免别人对咱的辜负甲伤害。兄弟姊妹，上帝赦免咱的罪，甲咱赦免别人的罪，其实是灵的平安，灵内面真正的安宁，伫遮有真密切的关系。主耶稣直接教导咱祈祷讲，
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马太福音第6章12节，要做即款的祈祷以前，咱上帝先必须意识到家己的有罪。一般人的想法，所谓的罪，就是偷摕、奸淫、害人放火、抢劫等等这会被送入监牢的罪。因为伊爱接受到律法审判这种无名誉的代志，而咱将来无犯过这个罪，咱的生活正常，咱有正当的工作，有时阁热心伫公益，欢喜帮助人。虽然无做过好人好事的代表，总是至少也阁是一个真善良的人吧？那安尼，咱有啥物款的罪呢？无毋对，偷摕、奸淫、害人、放火、抢劫，拢必须面临法律的审判，是会当确定的罪。所以对圣经罪的定义、要求的标准，却比普通律法悬搁较侪。讲起来，犹太人对罪的意识真敏感，比较之下，有时咱接受中国文化洗礼的人，还是民族。对罪的即个意识就较模糊无清，甚至无感觉。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思想内面是以人为师，所谓顺何人也，以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将人当作合适，也是比较的对象。因此，伫这个道德标准上，也认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然做袂成圣贤，也是好人好事的代表，至少也毋是奸诈罪恶的人。应该当伫遮自我安慰的讲，我也阁是袂歹吧。所以圣经的标准确实却毋是以人做标准。圣经是爱咱掠上帝做合适的目标。耶稣伫登山部分。伫遮教导伊的学生，爱完全亲像恁的天父共一样。马太福音第5章48节，保罗搁较进一步讲：恁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囝，就学上帝。约书书5章1节，意思是讲，咱基督徒既然称作上帝是老爸，那咱行事做人也应该亲像咱的天父。所以圣经直接要求咱爱努力学习上帝，就像儿女伫遐学习父母的讲话行答一样。圣经中有关系罪的意思有几啊个，所以伫遮简单来指出2个。头一个常常用的是哈马提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射击，射击。方面的用语，表示无射到这个目标。什么是罪呢？思想、行为无达到上帝标准，就是罪。换一句话讲，罪就是无尽到家己应当尽的职责。试想看觅啊，咱伫咱的家庭中间，咱是毋是上帝目睭中好的丈夫？还是讲好的婚姻人，也是好的囝儿甲查某囝儿。伫工作顶面，咱是毋是做了好的头家，也是好的员工的即个职分呢？伫教会敬拜侍奉顶面，咱是毋是尽到咱基督徒的本分？若无尽到应该尽的职责，伫上帝眼中就好像一支箭，对射出去无着目标的箭，迄就是罪。第2个，雅各书4章17节讲，所以知有好就行，也无行的，就是伊的罪。伫日本近代史被称作日本的良心，东京大学真出名的教授室内严忠雄，是一个对罪意识极其强烈的基督徒。伫主后1932年的秋天，伊去到中国的东北旅行，
当伊所坐的即台火车被中国的游击队伫安那攻击的时，伊看到一个衫拢被抢，即间看到领毛毯，伫即个非常寒的天气中间，伫遐皮皮出的人，迄个时，伊的心目中有一个要将伊家己身躯即领所穿的大衫送互迄个人的意愿。即个念头，总伊伫咧犹豫不决的中间，迄时火车已经开走，伊无机会去照顾迄个可怜的人。事后，即个室内严总祥，伊的良心真不安，伊伫基督的面前恳求赦罪，因为伊感觉迄个人就是受苦基督的本身。自从迄摆了后，室内严总祥，伊深深体会到保罗所讲的，因为我知我内面就是我肉体内无好之地，因为论迄个意爱，我就有；行迄个好，我就无。因为我所意爱好，我无去行；我所毋爱歹，反转去行。罗马书7章18节到19节的记载。因为安尼生，当日本发动不义的战争，室内严总祥，即个教授伊无顾着家己性命危险，极力谴责日本军阀的错误行达，甚至将伊的生死置之度外。检在伫人的目睭前，咱是一位受尊敬、有名望的人。总之，咱的上帝是看到咱的内心，其实隐藏了侪毋敢互别人知的软弱甲罪恶。只下，咱拢必须伫上帝面前恳求赦免。总是上帝去甲咱讲，伊愿意赦免咱的罪，总是咱也必须赦免别人的罪。换一句话讲，如果咱毋肯原谅别人对咱的侮辱甲伤害，那呢，上帝也毋肯饶恕咱的过犯。那呢，如何要饶恕、赦免别人的过失呢？有几个方法。头一个，都要徛伫对方的立场，咱试着去了解对方为虾米安尼做。假使迄个人的脾气暴躁、粗鲁无礼，可能伊正拄着困扰的代志，致到伊的心情郁卒、烦恼。假使迄个人口气讲话无好、无客气，也是有撩疑的态度，就可能是伊对我、对咱某一寡言行误会。检采是伊的环境、背景，也是个性，互伊真容易得罪人。当伊伫咧伤害别人的时，其实也正伫遐咧伤害家己。如果咱若伫咧定别人的罪以前，肯徛伫对方的立场，先去了解因，就比较容易饶恕别人的过犯。第二项，选择宽恕，偷放家己。咱如果毋肯袂记别人对咱的伤害，那你个伤害的痛苦记忆，就会刻条伫咱的心灵中，互咱的日暝拢受到即个记忆伫遐来折磨。有时阵过去的伤害，实在疼甲互人无法度袂记哩。即个时，只有基督耶稣的疼，才会当刺激即个痛苦的记忆。试想看觅，过去咱怎样伫遐咧伤害咱的主，所以主耶稣愿选择宽赦咱，是毋甘愿背十字架的苦难？当咱选择宽赦，或者囚犯得到自由，而迄个囚犯就是咱家己。宽赦互咱对罪的捆绑甲受伤的心灵得到讨放，无苦毒、受愤、愤怒吞食咱的心灵。第三项，常常思想上帝的疼。罗马人书5章第8节，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伊咱抑阁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并毋是咱已经成做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的人，
上帝才疼咱，是当咱抑阁是罪人的时，上帝就大声疼咱。这个真正的疼心，绝对袂因为别人的伤害而变质。愿咱时时求耶稣基督踮伫咱的内心，互咱的内心会疼，充实饱满，到会当原谅别人无理的伤害甲过失。亲爱的姊妹，有一句话安尼讲：毋通用别人的错误来处罚你家己。当咱无愿意赦免，咱心内时时刻刻地记着别人对咱的歹，久久了后，迄个歹就会变成做苦毒的根，将咱的心暗暗捆绑起来。心目中的歹，不但互上帝无法度听咱的祈祷，更加互魔鬼得到这个攻击的机会。你的心灵，因为毋肯赦免，你无法度享受着生命中水果好的迄个自由甲喜乐。所以，直接讲疗愈甲灵魂的平安，恁内面的安宁有即个密切的关系。求上帝帮助咱，伊领受伊丰盛的疼，你愿意去疗愈。最后，主的祈祷文阁讲：无你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各权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马太福音6章第13节，刺，即句话的台语，甲即个鱼刺、骨刺同音。主罗保罗讲，伫心中有一支刺，互伊痛苦袂堪得。为着安尼，伊捌3摆祈祷求主，互即个刺离开。所以主对伊讲：我的恩典够也你用。咱会当参考哥林多后书12章7节到10节的记载。即支刺，互保罗痛苦袂堪得的刺，却互伊深深体会到上帝长阔关心的恩典，够也安慰伊痛苦的心灵。伫遮有一个故事讲到，伫海洋深深的所在有一只蚌，因为体内有一粒沙，互伊非常的痛苦。鱼虾看到伊伫遐啼笑，伊会痛苦。这有一只老乌龟，乌龟伫遮讲：为啥会啼笑伊咧？难道你毋知影伫伊的内面，正有一粒水的珍珠伫遐要产生嘛？咱身上的刺，就若亲像蚌体内的沙，要将咱所承受的痛苦转变成做阳光宝贵的珍珠。也因为安尼，当咱拄着刺的时，咱就要忍耐，祈求上帝的帮助，通互咱通过即个刺的考验，得到上帝更较大的祝福。在日试验的考验中，会当体验到上帝深厚的恩典，甲丰盛的祝福。总是咱也袂当故意将家己放伫即个试炼的中间，想要试看卖啊，上帝到底有也是无伫遐保护照顾咧？就像魔鬼叫耶稣对圣殿掉落去，看上帝是毋是找天使来托住伊无，证明伊是上帝的囝。所以伫遐耶稣回答讲：无伫试主你的上帝。马太福音第4章50到7节的记载。咱来知影，一般人伫拄着艰难困苦的环境，也是破病痛苦、死亡丧失的试探。虽然伫忧伤痛苦的中间，也会当伫遮来倚靠上帝，为了信心度过遮个难关。总是上可怕的试探，却是伫不知不觉，互咱离开上帝，陷入伫即个罪的中间。这个试探可能来自第一，具备有引领力即个歹的朋友。有一寡少年人斗面会互相夸告比赛，什么人会歹，对即个歹的代志做上多。也有一寡朋友会故意引诱咱去做一寡无好的代志。也因为安尼生，
伫这个充满幽血、试探的世界中间，咱应该小心谨慎，所选择、所交往的朋友，以及所要从事的工作，甲所要去的场所，避免因为试探这个幽血伫遐影响咱。第二项，试探有可能来自疼咱的人。有一位伫新南医读册的同学，原本是某某大公司高级行政人员，薪水真悬，总是想要放弃这个高薪，专心投入福音的事工的时，伊的太太却非常的强烈，伫遐来反对，坚持讲，你用偌济时间去服侍教会，拢无关系。总你若要做牧师，咱离婚，要怎样咧？伊决定无要甲伊的太太阁讨论即件代志，只敢伫遐入暝，为着即样代志来祈祷，也为着伊的太太来祈祷，甚至痛苦流目屎的祈祷。即种的祈祷3年了后，有一天，伊的太太忽然间互圣神感动，痛苦甲流目屎袂止，主动甲伊讲，伊愿意支持伊去读神学院。第三项，试探有可能是咱的缺点，也是优点，兼再是歹脾气，也是某一项无法度束缚的强烈欲望。咱都要留心性格、脾气顶面的缺点，避免陷入伫即个试探中。这优点也有可能变成做自私甲骄傲的试探军员。这是上软弱甲上刚强的所在，咱必须要大大伫遐来注意。那呢，咱要如何来抵挡无好的试探甲诱惑呢？好像以自尊心防御法，也对唔甘心坠落，时时要勉励家己，唔通同流合污，因为人咧做，上帝咧看。有一个流传伫古代的故事，讲到有一个人暗时来见某某大官，带侪宝贵的礼物、金钱，要求这个大官帮助伊，徛伫伊的立场来办一个官司。伊真自信的讲，你有要做这件代志，极其稳默，通讲是神不知鬼不觉，无人会知影。所以这位清凉的官拒绝，要求伊将这个礼物甲金钱退回去。伊讲，什么人讲无人知咧？至少有4个人知影，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当咱知影做歹代志，至少上帝知、家己知，良心的责备，就会阻止试探的诱惑。第二项，顾念咱所疼的人。试想看卖样，咱所疼的人会因为咱的坠落，伫遐来伤心痛苦。真侪人伫犯罪了后，一再讲真后悔，对不起父母，对不起亲人朋友。所以如果伫行动以前，伊来当承受着父母的目屎、亲人朋友的感受，会考虑到囡仔可能会踏着家己错误的脚步，入军队的学派。那呢，咱绝对唔敢互家己踏出错误的第一步。第三项，祈求耶稣的同在甲帮助。咱知影有真侪基督徒，伊的厝内拢会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牌匾。耶稣不只是家庭的主人，更加是咱个人心灵的主人。面临罪恶的诱惑的时，咱要时时刻刻提醒咱家己，耶稣就是咱的身躯边，伊要看咱如何处理这件代志，做这件代志。那呢，咱就会赢过罪恶的诱惑、引诱，脱离这个罪恶的试探。最后，对各关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老文的结尾。
是用三一上的恶路做结束。上帝国度就是上帝掌权的所在，所有世上的国度拢会过去。巴比伦帝国过去啊，波斯帝国过去啊，希腊帝国也过去啊，罗马帝国也拢过去啊。所有人的政权拢一定会过去，只有上帝国度永远存在。迄也是咱灵魂将来要安息的所在。上帝权柄是统合宇宙万物的权柄，伊掌权一切活命的权柄，下罪权柄，医治的权柄，赢过魔鬼撒旦的权柄。感谢上帝，伊也赏赐咱诚侪上帝儿女的权柄，生命更新变化的权柄，以及赢过罪恶试探的权柄。上帝阳光是上帝最基本的属性。阳光伫希伯人文的意思，就真有重量，真有重量。常常甲伊的大权能、智慧甲智慧三结连斗阵，叫对人生都爱掠阳光上帝做目标。当咱按照这个目标来活来行，生命自然而然就会显出极尊贵的价值，甲极水搁好的意义。阿们呢，就是表示实实在在、诚心所愿的祈祷。阿们是对上帝信靠的回应，表示咱相信上帝要成全伊水搁好的旨意伫咱的身上。阿们也是咱心内的快乐甲愿望。所以每一摆祈祷的时，阿们，咱就要较大声的，较大声，阿们，表示坚定的信心甲倚靠。亲爱的姊妹，这篇主的祈祷文虽然简洁，却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咱就要时时刻刻伫遐来思想每一句的意义，清楚明白了后，通成做咱日常生活的准则甲帮助，互咱伫这个混乱的世代无受威胁，会当持守着信心甲勇气，安然跟对主的脚步，伫遐向前行。今仔日也是父亲节，牧师伫遮也祝福咱每一位背有重大责任，像中央山脉守护家庭的伟大父亲，拢有上帝丰盛、教育的恩典、智慧、能力。甲恁三个弟弟，愿上帝祝恁，也祝福咱在座的每一位。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安的上帝，阮伫遮感谢你，阮将主祷文完全伫遮来分享、来解说。透过主祷文，成就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特别这段疫情伫台湾甲全世界困着阮的事，主看你会当互主祷文。时时刻刻透过你的话，互软弱的灵刚强壮大，人生得到快乐。主，阮伫遮的祈祷，拢会当透到你的面前，互阮所听、所明白的，会当行大伫阮的生活甲生命中，诚侪最大的帮助。搁一摆将阮本身完全献上伫你面前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陈牧师的信息的分享，回应上帝的话，咱献归圣诗267首，祈祷的时即时祈好，请兄弟姊妹起立，咱同唱。
议期间，下日姊妹请坐。防疫期间，教会遵照政府的规定，但实体聚会虽然有线上聚会，咱袂使用方便来回应上帝的话，会使用邮局的划拨的方式，还是转账伫个教会的邮局账号。划拨的方式是台湾基督教教会、教会阿婆教会，账号是15942345，15942345。啊，转账的方式是邮局的代码700，啊，账号是03110350837054。同时，咱嘛为着本州以下的兄弟姊妹，为着教会的奉献，无论是十一奉献，还是约店奉献，还是感恩的奉献，建堂的奉献，拢加作为咱事工的奉献。那为着兄弟会当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话，献上咱的感恩，咱作为阿头来祈祷。主阿爸，爸上帝，阮满心的感谢你，阮嘛献上阮的感谢，淡薄仔金钱，伫个阮的圣工来做圣工的路用，要求主你来接纳。阮来感恩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今读即礼拜的经句，记载伫以弗所书5章1节，咱做伙来读。恁竟然做上帝所疼的囝，就学上帝。我就来搁读一摆。你竟然做上帝的囝，所学上帝。以弗所书5章第1节。这礼拜的寿星有8月9号的森达14，8月10号的柯启庄长老，还有秀丽姐。还有8月11号的刘红慧姐，还有李宇恩，还有8月12号的林杰梅牧师。报告大道的事项。有周间的线上聚会，甲 RPG 的复兴祷告小组。后主日的礼拜服侍，主日者是曾牧师，侍会者是树洪丢老，啊事琴是黄义玲姐妹。第二堂的华务礼拜是讲道是雅会传道，啊侍会者是余香美执事。报告事项。针对最近的疫情，嘛有较缓和，政府防疫嘛进入微解封的降级，教会嘛预定伫8月15恢复实体礼拜，啊每堂的聚会人数嘛爱必须符合政府的规定，控制每堂的聚会的人数，细节甲措施如下：8月15实体聚会的事前准备事项。3楼、跟4楼、跟6楼的出入口都有一张 QR code， 并妥善写好表格跟笔，方便未带手机的人登记。实体聚会的人数必须在50人以内，每排的座椅只能坐4人，座椅是4人，只能坐2个人，以备张贴叉叉的符号就不要入座。一旦常入8月15教会实体礼拜的兄弟，伫你8月10号开始，教会做伙来甲团契的群组内顶面来登记，以50名为限，名额为止。会当随着疫情的变化，配合政府的规定来变动来调整。后一个主日8月15，上面团契有聚会，
主理这是排详之事，会中要改选明年度的新干部。大岛的事项为着水口丢落的跋倒的卡达夫开刀来复健，为着钟小珍一个囝何冠恒兄的头壳微出血，右中兄的复健，列入这个三叉神经痛，正面郁结的头壳洗皮抓的来大岛，初期这南非的二儿子林世仁转给平安的大岛。为着要来注射新冠疫苗的兄弟，拢会当平安的来大岛。为着家庭的这段 RPG 的复兴祈祷小组的推动的大岛，请陈牧师来大岛。咱只是三个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三个主持伫你面前，再一摆献上阮对你的祈祷，感谢你。阮伫即段疫情的顶面得到平安，得到看顾，愿你保守阮，特别台湾甲全世界所有的百姓，阮也恳求你，会当互即个疫情紧紧来过去，互全世界的百姓拢得到保全。当然，这是也特别为咱的教会需要，问阮超出敬拜中心，新邦希望教会会开拓时间，阮教会要怎样伫遮来做实体的礼拜。拢领受你大大的恩典甲祝福，帮助阮伫即个礼拜顶面，不但有好的所在，有好福音的宣扬，也有当属实的礼拜，伫遮来甲上帝你搁较亲近。主，阮的上帝也恳求你帮助阮伫即段疫情的顶面，阮所需要一切，无论信心，无论阮的生活，无论阮的身躯的需要。拢伫你的看顾甲保守中来领受，但是也特别为着这个长老跋倒了后的复健，药中伤伊小中伊的中风了后的复健，主可以特别甲因三个弟弟，小珍姐囝冠恒颅内微出血，这个部分会当得到你的看顾甲医治，例如这个三叉神经痛也得到你的看顾甲医治，特别比较这。头壳生皮蛇，就可能会当医治、帮助、保守甲看顾，特别看顾的手，甲初期这伫南非的第二囝林世玲全家的平安，就特别恳求你看顾甲保守。伫即摆咧做即个新冠肺炎疫苗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得到你的平安甲看顾。特别阮也为着阮家庭的这段 RPG 的。复兴基督小组，阮的推动，做可能特别教阮三个弟弟，阮的教会兄弟姊妹，伫灵命方面，伫甲上帝你中间的关系，伫为着福音的宣扬甲见证顶面，拢会当伫遮，阮来受到组织甲训练，会当来宣扬因带甲带领，互更较侪人来归应你。做阮来为着伫国外，这兄弟姊妹因的需要，问因家庭的需要，问因本身的需要。看顾因拢得到平安，阮遮的年长者也恳求你特别看顾伫因，问因的身躯的需要，因为着细囝，为着家己，为着侪人的关心，主可能也特别甲因三个弟弟。阮也为着阮本身的需要，阮献上阮的祈祷，也特别为着阮的大祷对象，阮为着因的祈祷，拢会当透过上帝你的面前来领受你。大大的福气，主，阮将阮的祈祷，拢放伫你的旨意中间，伫遐来恳求，可能伫你的旨意中来应允阮对你的求祷。阮搁来一摆伫你面前，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人，咱献开信诗516首，这是礼拜就要煞。雨浪把地歌。
且无输绝倒。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再享受圣神的帮赞甲引传，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地道避讳，咱长期拢会当实践上帝的话，